當你終於鼓起勇氣，想返轉頭擁抱曾經受傷嘅自己，你會發現佢可能仲未準備好，或者你曾經行到嚟呢一步，但因為冇辦法同自己嘅內心溝通，而選擇放棄咗。但係其實你應該最清楚，過去嘅你最需要嘅，咪就係有一個人有耐性靜靜地去等你，有個人會慢慢去理解你，俾時間你整理自己，再去溝通。甚至有一日，呢一個人可以攞出一件法寶，帶領你行出困局，用愛用真心去療癒你。你知道嗎？你當時等緊嘅，其實就係現在嘅你自己啊！